府7间高中小今仔日开放上班上课，也若讲予上港是先用时薪，预计10月13开放实体上课。桃园乌托机的头家因为救灾着伤引起败血症死亡，家属已经甲代替运当去厝，对因代表示会予影响最高慰问。连续3天双十连假，气象署指出，这几天云较济，北部甲东部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有可能会落阵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相成。这礼拜五开始呢，就是连续3天的双十连假。气象署指出讲，这几天呢，这天气云是有较济，日头更是灰灰啊。也若北部甲东部地区呢，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有可能会来落阵雨。另外，这几天嘛拄啊好是电流，所以沿海甲离岛也要注意海水倒激的情形。中秋连假结束，续落来要接双十节连假。气象署表示，伫日本南滨海面上有一粒风台下凉形成，虽然讲对台湾无直接影响，毋过受风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影响，拜3、拜4水汽会增加。台北地区甲东部地区有可能出现短时间阵雨，温度也会小可下降。那在这段过程当中呢，会使台湾附近的风场在大环境之下是一个东北风的情形，尤其明后2天的东北风是较为明显的，所以这样子的风向呢，会为我们迎风面的地区带来一些水汽，也会造成一些就是有一点凉的空气来到台湾的北部附近。这礼拜5就是双十典礼，气象署也特别指出，拜5开始下凉风台会渐渐往日本去。对台湾的影响就会减弱，所以拜5的时天气会较好，是济云的天气。受高压影响，也要注意高温，加补充水分。雨量并不大，下雨的时间也是比较偏向短暂的，所以大致上还是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偏向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我们在中南部还有其他山区的部分，则是在中午过后有一些局部午后雷阵雨发展的几率。所以整体来说，降雨的情形并不多，时间也不长。气象署也提醒民众，这段时间是年度大流的期间，伫台中以北沿海含绿岛的海边啊，海场的水位拢较悬，要注意有可能会有海水倒激。部分地势较低的所在，也有可能会出现淹水。有打算要去海边啊的民众，爱细腻，注意安全。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这台南市林德区的成功里，这带呢最近互人发现有人乌白乱弹这个大型的废弃物，就连碰床甲家具是直接拢安尼平伫咧路边，里长看袂落去，随甲监视器画面提起报案。目前这警方呢已经掌握到车牌，后手会转予环保局来甲裁罚。9月2日暗时9点外，监视器翕到2个查甫人驶货车停在路边，甲大型废弃物碰撞家具，直接在台南市林德区成功里内。李长调监视器画面随报警，其实这嘛不是头一摆。李长讲连柳丁皮、油仔皮拢移来遮，这回在地李长实在挡袂牢，直接报案。文贤派出所目前已经掌握到车牌，后续会交予环保局开发。观感就比较不好，人家以为就都可以随便乱丢，他就。彼此要等垃圾车来倒比较好。经常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情形下，10几年来都没有改变。之前我们是通知当事人调监视器画面，通知了之后，可是迟迟都没有办法改善。那我们觉得这次就开始，我们来用报警的方式。用开罚的方式。成功里里长指出，唔干那外口人来食乌白蛋，连在地某部分客家明明粪扫车也袂来。透早伫路边就通看到滚啊包粪扫平咧遐，就算环保局有采禁止乌白蛋粪扫的标示，共款有人放话外照坑，共款这个里有看路较细条，加上草啊发真暗，抢在互人乌白蛋，甚至这中卫区的空地啊，有摕树叶废弃物来食。这阵环保局回应，专门加派人工稽查。本局将持续派员进行环境清查及巡查，如果查获者，将依废弃法开罚，要求行为人清除废弃物。并同步追溯产源，未合法交付废弃物的连带责任。这款伫公共场所乱弹粪扫掺废弃物的行为，在地里长屁相甲无一块好，因为清拢袂好，嘛影响社区观感。因就希望大家拢爱有公德心，惊有网虫造成社区环境垃圾。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即马在花莲救灾的工作还阁继续咧进行，也毋过煞传出大平川中学街水沟仔呢有农药的臭味，有民众闻落身体虽无爽快，赶紧来送病院。也若环境部是讲初步检破，就是这农药的干仔有破去，有随派人去甲处理，也呼吁民众毋通挖过。 紧急派出处理南马控的车，伫现场要处理的毋那是落果梅，伫花莲光复乡大平村的中学街90巷亲就有农药截条的，有就民众闻了后身体无爽快，紧急送医。溢出来的液体，赶快把它用泥土淹过去，然后再把它清除嘛。我就憋着鼻子去铲。我那个时候听到脚都软了，就看他瘫在那边，又呕吐，又是喝水，还是一直吐这样。 家属着急，环境部环管署长车来也亲自去勘查，检破是农民储存的农药容器破去，已经为设为礼，呼吁民众唔通挖进。我们研判是一般台湾非常常用的有机磷类或有机硫类的这个农药。那原则上只要不是喝进去或者皮肤接触到等等之类的一般对我们影响是不会太大。这一条路我们就请这个我们的带队官撤离所有的义工，后续我们完全派机械来做处理。花莲光复救灾工作进入第14日，重点任务就放伫切沟仔清理，尤其30公里的切沟仔，也有24公里爱清，下巷仔爱靠人来清理。也毋过部分真歹靠人力处理的区域，都爱靠技术。总协调官桂连成表示，为小山鸟到30栋的轻车车拢会由环境部统合调度，也向千沟仔车厂商发声，会当家己支援。撤沟清理，我请国土署全权处理。 由环境部征调全国的这个清沟车，我们预计在10月18号，所有清沟的这个工作任务要达成。假设清沟的厂商是需要这个费用，可以跟国土署这边联系那么相关的费用由我们来支付。 除了千沟仔之外，两大工作重点区域，包括福州街的尾头甲保安室，为做独立接近区，由军方上校指挥官暂缓负责。另外，敦孝街也会独立并列，希望伫1日内完成整理。附近的红林镇是红列做河关第8区域，初一开始并列也会正式进行减压救援工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在花莲光复乡烂土上界严重的所在，就是伫咧佛祖街的后饼段，目前一半拢已经饼好势，也毋过刷落来遮的居民到底安怎安置徛家，敢会当继续住？要定起也是迁村，大家想法拢无啥共款。 军警合约引导同期区，还有军中卡车开入去福州街。花莲光复乡大水第14日，福州街做回清理最后一段路，统计89号、40号清理完成，被列为清理重点的所在。这边太满了，因为都淹到1层楼高啊！这边你看，光一间房间我们都清了5天了，正常一间我们都1天就可以清5、6间。 不过，民间力量大刀退出，要求居民安置，甲长期居住也出现问题。目前由相关建筑工会协助徛客安全鉴定，评估受灾处大可能。怎么讲？还是那句话，祖宗的啦地呀、所以再怎样，我们还是继续住这个地，因为我们的地啊，要传后代的。安全的问题就看有没有办法是可以解决这些。感觉上这个好像是可以去做改善的，还是以安全为第一考量啊。那如果这边评估是没办法住的话，那当然就是也只能迁村。也是希望政府赶快有一个明确的方案。原地登记甲迁村真做两难，国土署强调，迁村评估会充分尊重居民的生活习惯甲社区连接。不过面对福州街后段土山墩甲真严重，目前是以道路主提升屋，也有失联者部分原来超吹原来屋，其他农地绿地也爱解决。光复乡600万栋的土山路公梅啊墩地在占地场，也有市区大细土堆，后续安那土石安置也避免被冲走造成二次伤害，接触影响地方的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伫光复乡的灾区有设服务平台，互民众会当直接来申请补助。虽然讲县政府伫顶礼拜5已经开始来分5万块的慰助金，也毋过有一寡庄头呢，在救灾期间粪扫甲烂土拢车队因遐去，煞无通领到这补助，有3个村长是带头去抗议。
花莲马大洋溪2860米长的步花进行予大水冲掉，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完成建构5米悬的临时步花。除了工时阵铺更网喷浆加强，引水的路线嘛继续咧赶工。若水头的防山湖，根据无人机的观测，水位按10月初1到初6无变化，水量是一流进程的6.4%，维持红色警戒。那在河床的部分，我们已经往下挖，让河床的这个深度能够容纳这个水流量。如果不是雨量超过每一天200毫米的雨量，不会有任何安全的问题。若要解除红色警戒，协调所讲，要确认崩山湖水流量敢会造成冲击。步花的防护安全等4要件，花莲县政府要完成地区的撤离计划。不过灾区复原的同时阵，为租金的认定却出现争议，因为部分西富村全村每一户领5万块，边仔的大进村、大全村、南富村3个庄变作厝顶灾民，村长带村民抗议，叫县长出来说明。发放慰问金的依据，你们怎么去发的？我们是用内政部根据台大团队的研究，他所做出来的红色警戒区域的范围去勾勒出来的。我觉得这样是不公平。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大全村也是受灾户啊，你的淤泥都在我大全村。再来就是每天台九线上这么多的粉尘，我的居民的生活品质当然都不好啦。总统赖清德伫前一日嘛宣布，中央加户受灾户补助1户20万的厝体修复金，加上进行行政院家园清理甲复原慰助金的15万，中央的家园支持3方案，合计1户补助30万，初7开始申请。无够啦，阮的厝都拢因拢因甲介悬啊，家具3项拢还了啊，要哪有够？看会当实报实销安尼嘿。在我们一站化的地点，就是整合地方、县市政府还有中央对灾区所有，我讲是所有的各项补助，通通在那边做解决。明天开始运作。初7到12，行政院政委陈金德带领相关部会一站式服务，要用上紧上利便的方式来协助受灾的民众。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网称馆长陈志涵呢，伊礼拜时阵伫直播当中有讲到支持中国的解放军来演练对台湾总统的斩首的行动，这言论是引起真大的争议。今仔日，咱总统赖清德去到新竹国家太空中心来参加复活8号的典礼的时阵，嘛因为这斩首言论的关系，维安嘛有加强戒备。另外，咱的总统嘛有回应。台湾这个时候需要的爱心呢？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发表仇恨的言论，甚至诉诸暴力。我希望全体国人不分朝野，对台湾都要有信心，不应该是非不分，也不应该推诿射责。大家都应该要尊重宪法，遵守法律，团结为了国家继续打拼。针对这个网称馆长呢，伊发表支持中国斩首的这个言论，总统赖清德强调讲，台湾目前上界需要的是团结，不是结冤仇。嘛，希望台湾人会当为国家继续来打拼。另外，今仔日的典礼呢，嘛看到现场这维安人员有特别加强。警政署表示讲，这款言论已经超过言论自由，新北地检署也已经启动侦办。双十大典呢，昨下晡是彩排，嘛开放民众来观礼。其中，这三军旗队呢有安排去年世界12强棒球赛的应援曲，也来做出拍野球的动作，展现咱台湾人团结的精神。另外，这空军雷虎小组今年是换做勇鹰高教机来冲场，这也是头一届公开的演出。双十大典雷虎小组冲场，今年换做国产的 AZT 勇鹰高教机。拜一下晡，伫咧总统府头前有举办今年双十大典的彩排活动，有真精彩的内容。三军旗队做出拍野球的模样，因为去年台湾野球伫咧世界12强的比赛得到冠军，特别选应援曲着做伙来结合表演。今年彩排嘛开放民众入来观赏，无需要申请证件。虽然天气真热，民众也是真热情来到现场感受气氛。想说这边没有管制，然后很难得的机会啊。然后我女儿10月10号生日，所以就特别看她的生日的国庆。炸水来啉，啊其他无法度啊。伤热。
内底也加入台湾多元的文化元素，除了客家和原住民的表演，也有中华大川国校的合唱团，特别准备高调的台语歌，服装顶面遥控在地特产，满满的葡萄。大川国校表示，希望把台湾的舞剧、地方的特色，伫咧详实在地的舞台顶呈现给观众看。台语是咱的母语，总共唱5首的台语老歌，月夜愁、黄昏的故乡，山顶的有高兄。流浪的吉普赛姑娘跟水车姑娘，我奶奶妈搞阮做的，来代表大村的代表物是葡萄。为着要配合双十大会活动，10月初10的时，总统府4区位啊拢有交通管制，民众若是要来到这附近，就要注意交通的资讯。记者陈阿选桂林台北报道。来看云林县仑背照安的客家庄的中秋暝，拢会来举办淡仔火游庄的活动。这民众是举火来洗庄头，保护因的家园。这个活动伫今年1月的时阵正式来登录做云林县的民俗活动，昨暗来举办受证的仪式，希望这个无形的文化资产会当流传落去。村民手举家己做的火把，对云庄的队伍咧行。过去云林农村，现在因为族群未合，开垦土地抢水源，或者是预防贼仔、强盗的侵扰，村民拢会举火把巡视，保护家园。不过，这款的风俗目前敢若村仑背水边头，总显示伫每一年中秋暝也有咧办。感谢真诶人吼，拢会当说讲吼，认同这个文化吼，啊，大家参与吼，啊，才有是环府吼。的稳定吼，啊，才有法度通过这个不良文化发展。啊，另讲吼，就是讲爱较热心吼，来参与这个活动。云林县府文管处表示，中秋暝这个活动是为民国45年开始，伫西里、二仑啊、仑背农村的聚落，当年拢会办。村民举火把对新明夜巡示警。不过目前敢若村仑背水边头中显示，还阁保留这个传统。今年1月份，县府正式公告登录做云林县的民俗。上届原始的这个地方的村庄的防卫转化到即马这个宗教的意义，我感觉这是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特殊的一个民俗活动，所以也当定了做咱云林县无形的民俗文化资产。文管处这边协助我们这个委员会，我们的这个从前市的自行保存它的相关后续包含出版，还有整个如何在活动上面的推广。文管处表示，仑背照安客庄迎暗景这个民俗是由庙方的保存者家己主办，无论是家己做火把、村民更新桥在咧设景等等，拢保留传统的形式甲模样。透过初6中秋暝受证的仪式，希望这项地方传统的民俗，未来会有更较侪人来参与甲传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马国内这流感疫情呢有加悬的趋势，亲像台北市顶礼拜这校园就通报超过2000人次，这嘛是112年以来高一礼拜上界侪的记录。有意思是讲，这中秋连假过了呢，病例有可能会愈侪，而且即马流感的病毒有变异的趋势，所以提醒民众赶紧去注疫苗。中秋假期有迎接的诊所一直有民众上门，第一线医师观察，趁假期来做流感疫苗人未少，也未少人是发烧。其中确诊流感的差不多30%，观察因为病毒有变异出世，也有人3个月来重复感染无同款病毒株的流感。大部分都是以发烧为主。那合并的说有头痛、全身酸痛、疲倦无力等等变种，所以说大家变得比较没有抵抗力。所以说，而且甚至有2种以上的流感在流行。医师指出，目前流感个案也是 A 型流感为主，有病人确诊 B 型流感。疾管署监测9月1日到9月17日，类流感门急诊有12多万人次，出现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卫生局观察，尤其校园流感疫情增加真紧，顶礼拜接到流感通报2181人次，比前一礼拜增加32.6%。今年9月以来，流感的这个门急诊的疫情都有升温的情形。那尤其以校园的流感疫情更为明显，疫情呢来到从12年以来的新高。今年做流感疫苗到测试为止，总共做诊数是去年同期的2.6倍。不过工会学者陈秀熙分析，在流感疫情多病毒共存趋势之下，推高做疫苗至少要达到70%，才能降低疫情规模。
另外，疾管署感谢全国最近4礼拜已经接到66件遭白群组通报案件，其中7成是诺罗病毒，也提醒民众伫中秋聚会爱注意手部卫生，实在爱煮食。若是有技术症状，赶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这屏东标出乌心猪肠的事件当中呢，有180公斤是已经去到屏东的和生市场。这业者进回来的量呢，已经全部拢卖了，也引起民众的惊吓。这几天有袂少这市场的档案呢，拢准备这来源的证明，也毋过生理也是真歹。市政署公布的资料，屏东和生市一位姓区的店头卖出大约180公斤用滚药水漂白的猪肠。代志发生了后，民众心惊惊。和生市内无论是来提货店头，也是市场内底的档，只好家己准备来源证明。若是互人客安心，嘛是准备卫生局的检查。我们是跟餐厅做交易买卖、做采购啊。那你一定要有证明来源出处，我们证明说我们交付的食材是合法合格，对嘛？来源头嘛。餐厅贴出来之后，他们要溯源，卫生局要去溯源，才能找到。和生市的店头真无奈，这名社区的猪肠拢是卖一般民众较济，因档也无甲伊提货。不过新闻一出来，敢若村滨乡市合作的店头，因为搁爱做生意才有交关，也无一般民众拢无啥敢买。卤味啊，那个热炒店啊，或是菜饭呐，看伊是要炒还要油啊。对啊，我就当大猪大家啊。本局呼吁食品业者应落实自主管理，并遵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以维护消费者饮食卫生安全。屏东县卫生局表示，这几天已经针对市场、餐厅扩大检查，目前统计查验45间，拢有符合规定，会阁继续加强抽验。卫生局提醒民众买物件时，食品的色水若含原底差伤济，就要提高警觉，减少去买到违规食品的机会。若感觉怪怪，嘛会使使用滚水加滚几摆。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好，这中秋连假呢，真侪人拢会来烘肉，有民众是用这砖仔甲贴悬，结果呢烘到一半煞裂开，加在是无人着伤。那专家是认为讲，这民众用的砖仔呢，有可能就是内底有含水，毋才会造成裂开的情形。碰的是声真大声，将民众惊一跳。放伫网顶的食材炭火四过盆，好加在所有人会虎跳开，无人受伤。中秋应景烘肉安怎会出现这种惊险的画面？专家讲，是民众用砖仔架还是伫水泥地，因为烧膨冷所造成的。里面如果水分含量多的话，它会瞬间蒸发变水蒸气。那这个水蒸气就会让里面的那个本来的裂缝，有点类似像热胀冷缩的情况，把砖块劈成2半，或者是很多碎片的这种情况。那当然，它在喷射的过程中，会因为它胀缩太剧烈，所以可能就有很大的那种喷溅的那种感觉。专家讲，砖仔家己落雨了后，可能含水分含埋是因为烧膨冷缩原因，互砖仔卡裂开喷出碎片。嘛土地也是同款的概念，虽然毋是定关情况，不过也是有一定的风险。那真正要贴砖仔架烘肉，建议烘肉进前先互砖仔架拍2、3日。我通常都会用那个烤盘哦，对。烤肉架了，对，烤肉架要多注意啦，要多烤肉的时候要放个烤肉架这样子。中秋连假真侪民众应景烘肉，随市面上各种烘肉的产品拢有，民众讲多数已经无咧用砖仔架做烘肉。消防认为建议烘肉的时阵，互烘炉甲地面之间保持一定的宽度，避免互关联为烘肉聚会出现突发状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任命的第7个总理勒克努，昨昏伫新内阁名单公布14点钟了后，雄雄宣布要来辞职。主要的原因就是这内阁人员互人无解满意。法国这波政治危机呢，嘛冲击到欧洲的股市，昨昏主要指数全部拢大落。法国总理勒克努筹组的新内阁，本来是定初6下晡，大家做伙来举行第一场内阁会议。没想到一透早，勒克努竟然家己召开记者会，讲伊要做啊。Les partis politiques continuent d'adopter une posture comme s'ils avaient tous la majorité absolu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Et au fond, je me suis retrouvé dans une situation dans laquelle j'étais prêt à des compromis, mais chaque parti politique veut que l'autre parti politique
adopte l'intégralité de son programme. Ah ouais, la question c'est à quelle saison de la série Netflix on est là en fait. Ça devient ridicule. Il y a 即摆争辩的焦点是新内阁的名单拢是讲的人马，特别是前财政部长勒梅尔，即摆阁转来，洪任命来接国防部，和左右各党即摆意见拢相共，拢在批评，呛声讲袂互任命按伫国会过关。伫勒克努和各界拢带一个讲伊无爱做的记者会了后，勒梅尔下晡宣布讲，为着大局，伊决定要退出内阁。Des heures graves. Comme beaucoup de Français, je ne comprends plus les décision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Il y a eu la dissolution et il y a depuis des décisions qui donnent le sentiment d'une forme d'acharnement à vouloir garder la main. 马克宏迄天的决定是要搁互勒克努48点钟的时间，和各政党来协商，达成稳定国家计划。极右派国民联盟表示讲，解决的方法就是解散国会，定选举，才会当来恢复政局的稳定。佮讲因这党已经准备好要执政啊。极左派不可法国是对我讲，勒克努请示，安尼马克宏嘛应该落台。C'est la 4e République, c'est tout, c'est le retour à la 4e République. Puis un président qui a plus les rênes, qui a plus la main. Et donc il faut que, soit encore une fois, soit il part, ou alors il faut qu'il donne un minimum de démocratie, c'est redonner la parole au peuple. 一个5共和创建以来真罕见的政治危机，若是冲击到迄间法国股市的表现，欧洲股市嘛受到拖累，主要指数全面收乌。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印度最近是标出上无14个囡仔的腰子碎结死亡的案件，调查发现讲因拢有食一种囡仔专用的扫药水，不过这药水内底煞有工业的化学剂，也就是讲食落到的其实是会死人的。即马涉案的医师也有药品公司，拢互人列做是被告。侪民众伫印度各地抗议，现场保安也是吊规抓。代表10几个无到5个，哪像食一款紫砂糖浆中毒死亡的囡仔。8月底开始，印度各地就直直传出有幼囡仔出现袂喘气、呕吐这款症头，最后却因为急性肾衰竭不治死亡。ऊपर सांस फेंक रही थी, पहले सर्दी जुकाम था, ठीक हो गया था, फिर अचानक तबीयत खराब हुई उसकी, तो सांस लेने में शायद दिक्कत हो रही थी। 这种紫砂糖浆是伫印度南部塔米里纳德邦一间制药公司生产的。印度卫生部伫摕到产品送验了后，发现大部分的产品竟然是有超标的离甘醇，这是工业用的样剂，一出了就致命的危险，何况是囡仔。印度政府即时立案调查，查封存放药品的仓库，结果找5个传出中央邦有3个囡仔因为类似的状况死亡，将做受害者上侪邦。当地的政府官员才下命令禁止买卖这款紫砂糖浆，嘛下命令隔开这种药方，让受害者的医生停止羁押。कहाँ है ड्रग कंट्रोलर जिनकी जिम्मेदारी थी कि जिले में दवाई कौन सी बिकेगी कौन सी नहीं बिकेगी स्वास्थ्य मंत्री कहाँ है 印度是全世界第3大药品的出口国，嘛是全球20%学名药的供应国。不过外界定定咧质疑印度对着药品的监管。2022年的7月到9月，70几个非洲甘比亚的囡仔因为食一款印度紫砂糖浆来死亡。过当年乌兹别克嘛发生同款的事件，有18个囡仔死亡。德国之声报道讲，事件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捌公开点名2种印度生产的紫砂糖浆。这摆印度国内发生少连续囡仔死亡，目前已经有3个邦禁止买卖这款药品，受害者上多的中央邦，国较是针对已经流入市民的200几罐紫砂糖浆展开调查。公视新闻翁路梅编译。诺贝尔的生医奖呢，昨公布，这是由美国甲日本拢总3个学者去摕到，因是来发现到这调节性的 T 细胞甲关键的基因，知影讲安怎避免免疫系统来攻击健康细胞的这个机制。有够趣味的，就是讲这2个美国学者呢，伫接到电话时阵，掠准是烧了的电话。64岁美国学者布兰科半暝后，美联社记者就问报去查询，才知家己得到2005年诺贝尔生理奖。I was sound asleep. I looked at the phone and it said Sweden. It was some weird number, and I silenced my phone because, I mean, spam, right? She knew she was not supposed to be the one to make the announcement, but it was the only way she could get in the house was to say something to my husband like, your wife has won the Nobel Prize. And 甲布兰科斗阵研究的美国学者兰斯德尔，因为爬山关手机无确定什么时阵会通知伊得奖的好消息。
They still haven't found him. He's like backpacking in the wilds of Idaho, and everyone keeps asking me, how do we reach Fred? 今年诺贝尔生理奖是予三个学者，分别是74岁日本学者坂口志文、64岁兰斯德尔加布朗科。坂口生伫1995年发现因核身体免因为自体免疫疾病调节性 T 细胞 Treg。布朗科甲兰斯德尔了发现关键基因 FOXP3 决定 Treg 细胞形成甲控制 Treg 细胞的压制能力。FOXP3 若突变会互免疫失控。三学者发现对医学界的自体免疫疾病、器官移植bài填甲癌症的治療法是將有幫助。それに対して免疫反応が起こらないようなメカニズムがあるわけですね。で、この生群性 T 細胞っていうのを標的にしまして、それを減らしてやりますと、この免疫反応が上がります。で、ということは、がん免疫に使え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坂口甲兰斯德尔甲另外一个美国学者，伫2017年就因为 Treg 细胞研究得到瑞典的克拉福德奖，即马阁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三学者的共同研究已经促成200多项的临床试验。这种学者也要分享1100万瑞典克朗，差不多3573万台票的奖金。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继续当来关心，咱花莲光复乡7间国中小呢，今仔日是恢复正常上班甲上课。其中，这大镇国小即摆是还阁有灾民住伫咧遐，所以有警察来禁止，互两边卖互相来交叉。也有11个囡仔呢是较无方便，所以选择踮厝内底来上课。也那光复上港是先用时薪，有计伫10月13的时阵才会恢复实体上课。家长带囡仔送到教室门口，有的食唔甘，有的是真欢喜。花莲光复乡在校第15天，7间国中小正式复学。上课钟声响起，光复地区国中小全面复学。不过大靖国小这边同时还收容100位灾民，目前规划呢一左一右隔开教学区与灾民安置区。大靖国小有170多个灾民，加108学生，都惊双方互相干扰。花莲县府调派少年警察队、妇幼警察队等6个警力来协助。小孩子已经2个礼拜，他们期待回来学校，虽然那县府跟学校这样做实体的安排，我觉得很适切。在学校有老师在的话，不用担心太多。给我们方便住，这里是可以的。可是我们灾民不要吵闹学生小朋友就好了。不过有11个学生选择完全时薪上课，好好解说，也受家长有记录，或者是厝内有复原需求。另外，受损严重的光复国中甲光复上港也今日复课。好开心哦！啊，遇到同学很开心。今日真欢喜上课，不过光复国中因为受损严重，全国学区已经复原完成。不过田径馆、卡球场、棒球场拢损毁，初估可能至少1年才能电气完成，甚至损失超过1亿。教学区呢都已经恢复完成，那比较边缘的棒球场啊，还有一些土方要去移动，基本上100%会异地训练，只是学校的部分还没有确定。同款天气真过的光复上港，因为地下室、土山墩甲真严重，运动场全毁，水电基础设施爱停住。目前到10月13进前是实行上课。在前几天呢，就已经开始启动学校这边的一个联系，还有家长这边的联系。那针对孩子的一个上学的一个交通安全呢，也做了非常详细的了解。教育统计，目前国中小甲幼儿园受灾学生是315人，已经重新发全套文具册本，希望未耽误学生的学习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好，伫遮提醒大家，这救灾一定要爱注意卫生甲身体健康。花莲光复乡即届做水灾呢，有一个桃园来的乌土机行的头家林凤心，就是因为救灾的时阵，伊脚去擦到伤感染着，引起着败血症，昨中秋暝的时阵过身去啊。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前进指挥所呢是全体来哀悼，也那卫福部是要分20万的慰问金。总统赖清德也代表国家致意感谢林老板的大爱。几台脚踏车停伫公司的空地啊，不过主人永远袂转来啊。花莲光复乡崩山湖崩花造成灾害，为全台湾各地来的志工
自发性投入救灾。桃园一个卡拉车行的头家林宏心去到救灾的时阵，因为倒脚受伤，落尾手感染引起败血症，中秋暝不幸过往，家属是真悲痛。他在看到那些新闻的时候，就是很不舍光复村的那些人，然后就是直接放下自己手边的工作去帮忙，很舍不得他这样愿意去做公益啊，结果最后回来却是这样子。这个卡拉车行的头家林宏心今年48岁，伊伫光复乡水灾的第2天，就甲手头的工课暂时按下，带因孙仔驶货车载2台山鸟去灾区斗救灾。过程当中无细致受伤，这是光复乡头一件志工因为救灾受伤感染死亡的案例。灾区的环境就是有很多的泥土、污水，而且有时候穿刺伤，如果伤口比较深的话，就有可能会让细菌带到比较深部的组织。今天我也责成了卫福部次长到这一位志工的家里面去慰问，慰问金我们带了20万元。卡拉车行的头家林宏心，伊发心到救灾，煞不幸过往。除了卫福部慰问家属以外，副总统嘛会去致意。也那总统赖清德嘛表示哀悼，请家属节哀，希望救灾的工作赶紧结束。嘛请所有伫第一线救灾的民众一定爱平安倒转来，互亲人会当放心。灾害现场有医疗站，总统嘛代表国家感谢10几万来到3天的志工。也那政治协调所讲，会加强整合灾区医疗的志工、业者甲同仁，尽力提供医疗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行政院伫光复乡设的这个服务平台呢，是互民众会当当场直接来申请补助。目前针对这灾区的认定，包括着光复乡、凤林镇，也佮有万荣乡，这徛在互人画伫红色警戒范围以内，拢会当来请。也若其他有饮水事实的，经过这船长等人的认定了后，嘛会当来送件。伫电信据点外口有一大堆人，灾民拢来到这，排队咧申请中央发放的慰助金。大家稍微等待一下，我们等一下，因为我们其实8点才开张啦。中央设的一站式服务平台，这次是正式启用，除了受理灾民申请35万的慰助金，亲像厝水、水电减免再申请，买当1摆做费用，包括可能旅宿的安排，或者是要复工的贷款，或水电的减免，或是一些租金的减免，还有一些相关农会的救助服务，可以在这里全部完成。虽然讲这条补助是袂细条，但是受灾户嘛讲，因的损失是唔难安尼尔。另外，中央的发放作业和花莲县政府发现金无同，是该用汇款的。有这35万就会改善了。先应急不够了，我那整个篱笆什么都冲毁了，门窗啦，或是不是比较大型的，可能就没办法。35万绝对不太够。我们是要用汇款的，因为我们的金额比较大一点点哈，我们怕大家拿回去会危险啊。这些灾民的证件含假金铺啊，拢伫咧这场大水内面无去。伫申请补助之前，共款嘛是爱甲文件保护齐全，才当核对身份。中央港部出动一间查，帮助受灾户伫厝清领。在3到4天内把它给比对完哈，然后就会让卫福部尽速再确认跟拨款，所有事情会尽量赶在10月12号以前完成。中央列的灾区的范围是包括有光复地区7个村1837户，含凤林镇、万荣乡的一寡邻里，但是相关的受灾标准爱安怎认定，佫是对一寡人是会当来申请的。红色范围内里面的名册都有，那红色范围以外的，它有淹水的事实，有居住的事实，村长签名，我们这个慰助金就会发放。行政院政委陈金德回应讲，只要居民的徛家是逢规伫红色警戒的范围，住户拢会当来清领。但是若无伫伫警戒范围，毋过有饮水含居住事实，经过村长、村干事认定签名，灾民嘛会当申请。记者综合报道。这坐车爱跳票是大家拢知影的规定，要毋过呢，伫台中五权火车头站务员呢，就是因为要来要求验一个无买票的旅客，结果互对方甲下落去月台。这警方抓到人了后，是照杀人未遂的罪嫌，甲伊送办。也若代替产业工会是呼吁爱加请保全，赶紧建议员工的保护措施。被两姓陈的嫌犯何丽丽无讲过，7日早起，伊被依照杀人未遂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为什么在大务员？是他被抓吗？你逃票吗？记录好吗？你要搭车去哪里？
现场的嫌犯车辆一波翻过火车站的站区位置入去台中火车站的上北外台，迄时阵现场的站务员发现阻止，结果现场的嫌犯雄雄出手一杀，将站务员杀到上北的铁骑路。好在迄时阵进站是路南列车，站务员脚无骨折送医。警方找了尾嘛伫车站附近抓到，警方查出伊是一个家友，也是辖区伫安乐馆的人口。他是居无定所，常常就是在站区游晃，应该是从那个围篱旁边跳进那个月台上的。台中五环车站这栏杆压挂细弹嫌犯用来并抢的配带，下边就是站务员进出的楼梯。因为五环站是属于监狱站，平常时干一个站务员入口是简单的录下机，那站务员无用其他勤务就无人顾。代替产业工会表示，通勤监狱站的人流常常不够，也因讲是互员工执勤的风险增加。公司应该要针对员工的安全，特别是我们站务人员的安全，进行这个有效的防护措施，包含增聘保全，包含配置密录器。被补票或被查票的旅客有相当的一个安全距离。其实昨天他也有一个相当安全距离，只是他突然冲过来。但其表示，平常时拢提醒第一线维护人员甲民众沟通，或者是查票爱保持距离，也甲铁警配合提悬见警率。毋过讲会前会人力报告已经是第一线长久的问题，代替应该爱根据具体保护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针对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这在野党团的是正不满行政院无来提悬军人的待遇，也有警消人员的退休金，所以规划要来提出复议。也那民众党团的是要求爱订编这部分的预算，佮讲要来告倒英台无尽责任。另外，国民党的鲍群基伊是来质疑中央政府无协助花莲救灾，甲倒英台烧减超过1点钟。发以为红色警戒要求撤离，要求红色警戒就是一个最高的要求，发了吗？这什么叫海啸警报？对花莲马太阳溪崩山湖疫大水地灾，国民党团总调鲍群基是正大声在质询行政院长倒英台，质疑中央无帮助花莲县府事前撤离和事后救灾，倒英台随反击，全部中央管的溢流进来，主责机关是谁？所以撤离要地方政府来撤离，救灾全国人民。所有的相关单位没有政府要投入救灾啊，所有的部门政府要人民来救灾啊！不要再敲桌子，没有政府人民来救灾，非常的难过。我们既然有这样的院长，是难过灾民的生命，你是难过你的政治生命啊？难过什么？两个人拢无人要让，烧量超过1点钟。鲍群基讲，嘛是希望另外提出特别条例来应应灾后的复原。倒英台强调讲，行政院是开放的态度，只要条约有共识，拢会当讨论。另外，南北党团不满行政院无编列提悬军人的待遇、警消退休金的预算，规划针对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提出复议。民众党团要求退登去订编，佮讲要告发倒英台渎职。我明确的告发，周永泰苛扣了军人的加薪，苛扣了警消的退休金。既然福国利民是大家的共识，那就应该尽量减少朝野的对抗。无论是提告行政院卓院长个人，或是阻挠总预算，都是反方向。倒英台回应讲，政府是毋捌无重视军警消人员的各项福利，希望立法院长韩国瑜会当主持会议，做伙来协商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经济消息来关心的是，即马受到超微甲 OpenAI 来达成 AI 晶片供应的协议。台积电 ADR 的股价呢，今仔日是超过300块美金，带动这台股开盘大起，上悬是来到27298点。这台积电盘中是来到1440块，搁再创下新高的纪录。年假结束，台股开盘再度延续抢悬的态势，以超过27000点开出，盘中一度来到上悬27298点，大起超过500点，冠达股台积电盘中继续搁再创纪录，一时阵来到1440块，起40块。和台股的气势再起。昨天又传出说 OpenAI 跟 AMD 做更紧密的合作，那就代表的是其实对于 AI 发展前景的一个乐观的看法没有改变。那这激励了美股在纳斯达克跟 S&P 500昨天都再创历史新高。那同一时间台股的台积电 ADR 在昨天交易时间也进一步上涨，这都是让今天台股开盘大涨的原因。专家讲，最近只要是 AI 概念股，拢有变强的状况。
若阵即寡推塞大盘称权的大型电子管达股背后起价因素无改变，台股有可能会搁再称权。不过，台股虽然呈现稳，台湾劳动市场的减班休困的人数却持续在称权。根据劳动部最新的统计，今年9月底减班休困的人超过8500人，比顶期加1000人。面对股市热薪水冷的现象，学者警告讲，这种热度若无实际的支持力，恐惊是非理性反应的掉头。我们的传产呢，目前的表现呢是相当的一个低迷哦，而且呢，近期的未来可能也是无解。政府呢，在这个采纳一些经济政策不能只看整个总体的这个数据要分别呢针对不同的这个产业他们目前遭遇到的这种情况呢来做这个区别。国内传统产业甲高科技半导体产业好歹的差别直直咧扩大，加上美国对顶关税影响，传统产业制造业短期来看无转机，订单少无成价，这款困境恐惊会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家己溪口的美南村、甲美北村的较早这居民是拢有练武术甲西电，也毋过即马人口老化，传统的感觉西电呢是拄着传承的问题，所以地方创生协会是成立青年的培训团，招在地少年囡仔要来保留这项100年的传统。在整个少年囡仔下课食饱了后，就要来开始做西电的训练。因是家己县溪口乡最后一团的感觉西团，为了要来保存这个地方的基地，在地地方创新协会成立培训团，专门教少年囡仔来学。我是会希望可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因为就是毕竟我们村落还是需要一个凝结的力量。头开始我捌带囡仔去庙表演啊，老母仔看，真的为长老看，因看他们有说过一句话。这囡仔听说过6月50班，可以延续50年。感觉赛是以前溪口轮舞的农民，因的时阵练的西电，这当中佫有结合传统的武术，在地地方创新协会为7年前就开始投入感觉西电的训练，找人来教西电的功夫，希望延续地方的传统。即马大家庄头内底囡仔少啦，人啊少，人口流失，所以无像以早遐侪人伫内底，要保留落来，真正是爱讲内底咱庄内才会偷人啦。因爱做认真去考的，一边我拢练1-2点钟免了，互因安尼辛苦来练，互因有一个表演的舞台，透过这个舞台，互因有一种成就感，佮建立起对咱对这个民俗技艺的传承有自信。协会理事长表示，溪口17个村，只剩因佫有咧练习西电。目前除了在庄的囡仔有咧练习以外，嘛佫有别庄的人来学，希望透过西电的培训，唔但保存在地技艺，嘛互少年囡仔来认捌故乡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高雄市电影馆呢，是结合着今年高雄电影节，找来5位高雄在地画师来重现较早手画电影扛棒的这个手艺，举办特展，拢总是展出500甲高雄有关的作品，就是为着要带大家做伙来欣赏永过老高雄的黄金年代。对拍底上色到最后时啊个，甲以早手画电影看板的灯丝重现伫大家眼前。高雄电影馆结合今年的电影节举办年度特展，那找来8位高雄在地手画看板艺术翕纪录片，佮有邀请5位画师重现因的手艺。然后小介手画看板的灯丝，佮要带大家来看老高雄戏院的黄金年代。开始对个许三路老师开始问，问了后伊就讲，其实佮有差不多7、8个艺术拢伫个高雄也佮伊画。你也是叫因重新来个围图，会使重新打较早迄种看板到处戏院拢有迄种情景，重新过来复原。戏院愈来愈少，为电影看板这个行业也对咧稀微，真侪当初的老艺师拢陆续转道走找新的出路。不过，搁较安怎找，嘛拢是甲画图艺术有关系。今年已经81岁詹清田老师讲，伊15岁学西雅，18岁出师开始趁钱，想到以前的日子，无论艰苦还是快乐，即阵想起来拢存怀念。去台北去迄阵，打去迄阵爱含人参加出去吊看板啦、落看板啦，半汤西啊个。迄阵较忝。我当时候在当学徒的时候，上好的迄个就是讲看电影免钱，那是最大的福利。我们很多人
很多戏院我们都有认识。这场秋月电影看榜初七起考，会配合电影节的活动登到月底。现场除了电视老贵书的作品以外，更有真侪甲以早戏院相关的趣味活动，民众会当做回来感受老高雄的电影黄金年代。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郭永昌报道。今年的双十宴会是伫南投来举办，迄天中昼呢就会开始来进行交通的管制。县政府是来规划6200多个停车位，也有2000个即个奥多拜的停车区。另外，南投、草屯甲民间呢是安排6位的接送站，方便民众会当坐车来看宴会。国庆宴会初10暗8点开始放，会伫南投市马路溪边。南投县府提出交通管制计划，伫主会场周边的道路，10月初10中昼12点会开始交通管制。即马市区已经挂出各种禁止进入的管制看板。南投县府讲，东港、国三、南投交流道嘛会封起来，会场周边东到东明路、北到中华路、南到周树路、玉路路、红米路袂当行。环路就是咱的迄个高速公路桥下吼，有一个观赏点吼，在会展中心吼的后边有一个吼灯会时吼，咱有迄个花海区吼，迄嘛是一个观赏点吼。啊，过来的北边吼，接咱的迄个中澳路之前嘛有一个观赏点，总共有4个观赏点啦吼。这个部分拢是高滩地内底吼。因为管制范围宽，南投县府建议外地民众坐免费的接送车，真侪所在拢有接送站，也若塞车民众嘛建议停较远的，坐接送车到会场周边，才行入去观赏区。总共有6条路线，让外地的游客来停车，然后再搭乘我们的接驳车到会场。那另外在地的民众建议可以骑机车到我们的主持路到这个观赏区黄路，到时候我们也会有封路做这个机车停放。南投县政府表示，国庆宴会专长40分钟，分做12个主题，也首创7彩水幕宴会，大约会放43885粒，总数是最近10年来上济。南投县府也规划市集青竹乐园舞台，希望吸引人丁去南投观光。记者邢欣怡南投报道。要那下晡半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5度，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8度到35度。那外岛地区28度到33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